婆婆一直以為佢手持嘅係如假包換嘅屋契，點知竟然只係一張租契。業主變租客，市建局收翻佢嘅單位重建，佢認業主身份，不獲賠償。真正嘅業主竟然係要坐時光機翻到1949年先揾到嘅一個人。我唔係去偷，唔係去搶翻嚟噶嘛，間屋係我哋自己真係上會去買噶嘛。你而家突然間話我乜都冇晒，你會唔會甘心啊？唔甘心。1991年，羅婆婆同先生睇中咗花墟一座3層高大廈，其中一個1000尺嘅單位，當時售價110萬，樓齡成40年，難免殘舊。為咗慳錢，兩公婆自己落手落腳裝修。以前呢個係木窗嚟嘅，咁咧木窗咧個恤咧啲有咁高嘅，係銅恤嚟嘅，嗰啲趟門嗰啲恤，你諗下舊到咁樣樣係用木整嘅。咁後期我哋自己咧就安咗鋁窗啦，因為你木窗係好危險嘅。呢埲牆咧，佢係嗰啲舊樓咧係類似嗰啲蔗渣嗰啲，以前冇紅毛泥嘅，所以咧變咗咧好容易滲啊裂啊。咁變咗我哋本身咧啲成埲牆去砌過2次。呢度本身咧係人哋愛嚟煮飯咧，有煙通嘅，有2個大煙通喺度嘅。咁變到咧，我哋後期拆咗佢之後咧，就將呢個位置擺咗洗衣機咯。煙通佢以前係燒柴噶嘛。羅婆婆先生喺2017年離世，因為簽咗長命契，羅婆婆就成為層樓唯一嘅業主。2024年政府公布洗衣街花墟道發展計劃，1街之隔嘅園藝街，一排戰前興建嘅唐樓被保留活化，而羅婆婆住嘅大廈就面臨清拆。呢度要拆噶嘛？你知唔知㗎嗰陣時？唔知㗎，後尾啲朋友話唔係啊，真係㗎。政府公布咗出嚟話拆花去呢度㗎咁樣，我先知，一定係好唔捨得啦。因為自己由一磚一瓦間屋爛屋一層，而家要整到咁樣，你突然間話收就收，自己突然間好似冇咗啲回憶咁樣。政府要拆你就變咗你唔接受，你都要接受㗎啦。2025年9月，市建局派人上門同羅婆婆登記為業主，但係今年1月，市建局竟然致電羅婆婆，表示業權出現問題。佢打嚟就同我講話，我張契有問題，叫我揾律師去搞。我就覺得好奇怪啊，冇理由啊，我哋喺律師樓嗰度簽名㗎嘛，喺銀行度按揭㗎嘛。因為我哋本身唔係咁識嘢咧，所以根本都唔知道到底張契發生咗係咩問題。我話你俾你買間屋，而你而家過後乜都冇晒，咁你點啊？咁問佢，咁佢話我哋一定會有嘢賠償俾你㗎。我話你賠1蚊又係賠，咁我好驚啦。咁我咪揾我表弟，因為我唔識呢啲嘢嘅，揾我表弟商量下到底點樣呢？冇咗層樓咁大件事，羅婆婆並冇仔女，只得佢一個人無依無靠。身為建築師嘅表弟馮先生二話不說，馬上幫忙。2月開始揾個律師，跟住喺2月頭咧，我哋已經即刻發咗封律師信俾市區重建局。我個律師咧，佢都係證明覺得我哋係業主，佢喺封信度亦都寫到明。市建局咧就覺得我表姐咧仍然係一個租客嚟嘅，但係咧佢就冇呢個acquisition 個 offer， 佢就冇錢分嘅，冇得呢個賠償。市建局嘅理由係咩呢？要追溯到第一宗交易，睇返土地登記冊，單位1949年嘅首位業權登記人士姓范，呢位范生喺1952年以 lease， 即係租權形式轉讓俾一位姓宋嘅人士，而租期為 the full term of the crown lease， 官契總年期即係75年，可以續多75年。同時契約上面寫明 less the last 3 days thereof， 即係減去最尾3日嘅意思。換句話講，姓范嘅人士保留拎翻層樓嘅權益，所以轉讓出嚟嘅只係屬於租權，並唔係業權。因為業主冇權收回單位，先係業權轉讓；業主有權收回單位，就係出租。之後單位經歷3次轉讓，直到1991年，羅婆婆同先生買入單位嘅時候，只係承繼自1952年以嚟嘅租權，所以羅婆婆嘅身份只係租客，而業權依然喺1949年姓范嘅人士手上。我相信市建局咧，佢個政策就係咧，我睇田土廳嗰個登記，田土廳登記咗
阿 A 係業主，我賠償咪俾阿 A 咯。但係至於阿 A 背後咧，原來咧阿 A 其他嘅情況出現嘅，根本啲錢唔係阿 A 嘅，或者阿 A 已經係同人哋夾份買嘅。嗱，呢啲喺市建局嚟講，佢唔會考究得咁深入噶嘛。嗰陣時買賣咧，佢做咗一個轉讓，就唔係真正嘅轉讓，佢只係咧做咗一個轉讓租權嘅轉讓。喺嗰個年代咧，呢種形式咧都係可能會出現嘅。點解當初嗰個1950幾年嗰陣時嗰個 lease 會有個 less 3日嘅一個條例入面嘅？嗱，呢個咧就係歷史嗰啲遺留落嚟嗰啲嘢嘅。點解減3日咧？就係我而家租俾你，但係有3日減翻嘅。咁呢種叫做歸屬嘅一個形式。我本來賣咗俾你，點知去到最撚尾嗰日咧，你要俾翻我嘅。咁而家咧，市建局嗰度就話，原來個業主咧係當初49年嘅姓范嘅呢個人，你哋覺得點咧？我覺得好荒謬咯。梗係唔合理啦！我自己真金白銀買㗎嘛，根本我哋唔知有呢個人，唔知道自己我哋張契有咁嘅問題啊嘛。如果知道，我哋都唔識呢啲法律嗰啲嘢，我哋普通市民嚟啫嘛。仲要拆咗我連屋都冇得住，我驚第日自己冇屋住要瞓街咯，喺度恰我哋一個咁嘅女人咯。唔通羅婆婆當年同先生簽嘅買賣合約有問題？我唔識呢啲嘢啊，淨係佢叫我哋上去律師樓嗰度簽咗名，人哋教我哋點做，我哋就照做啫嘛。所以完全唔識呢啲嘢，如果識得呢啲嘢，就唔會今日搞到咁麻煩啦。當年咧個律師啊或者個經紀有冇同你講，其實你係以租客嘅形式去買咧？冇講過，真係冇。佢有冇同你解釋咧？呢一份合約嘅每一個頁面啦，佢寫咗啲咩啊？冇解釋到嗰個律師，冇，真係冇。政府寫信嚟俾我哋咧，都係話我係業主噶嘛。但係而家你而家話我唔係業主，所以根本你接受唔到係咁咯。呢個稅單嚟嘅，政府寄嚟俾我，即係話你有冇租俾人之類嗰啲嘢咯。有時譬如你維修乜嘢都係要我哋自己去跟進噶嘛。呢張係最近嘅差餉，我都未交，啱啱收到嘅，都係我個名嘅。咁點會諗到而家話間屋唔係我咧？所以就變咗我哋普通市民就唔理解咯。表弟馮先生唔肯放棄，既然事務律師出嘅律師信唔受理，馮先生唯有揾大狀幫手同市建局斡旋。張大狀其實本身佢自己都係土地問題嘅專家嚟嘅，後尾寫咗好19頁嘅信俾個市區重建局，就用好多唔同嘅理據去證明點解我哋會係一個業主，用咗其他嘅個案，佢認為喺英國好多個案咧嚟去證明呢件事。為咗呢件事，佢哋已經使咗差唔多6位數字嘅數目去證明佢自己係業主。呢19頁嘅法律意見書，市建局正喺審視當中。根據市建局嘅收購建議，羅婆婆嘅單位估值達到1000萬。我哋發現同一座大廈入面，部分單位已經完成收購程序，貼上市建局物業嘅告示。至於羅婆婆嘅單位仍然去向未明，難怪婆婆十分彷徨。冇可能我咁樣一生個血汗錢啊，一磚一瓦都係自己整嘅。你而家突然間話我乜都冇晒，你會唔會甘心啊？唔甘心。我唔係去偷，唔係去搶翻嚟嘅嘛。間屋係我哋自己真係上會去買噶嘛。而家呢度附近啲人又搬得七七八八，剩翻1兩夥喺度，自己會好驚、好擔心。唯一嘅積蓄喺層樓度，而家都乜都冇晒啦，好似晴天霹靂咁樣，點算咧？日後自己點樣生活咧？我哋去信市建局查詢，市建局回覆指已經審視咗羅女士提交嘅資料同法律意見，立場仍然不變。根據既定嘅政策同程序，收購建議僅向土地登記冊所載嘅註冊業主發出，所以會向1949年姓范嘅人士發出收購建議。不過羅婆婆嘅情況有別於一般個案，會研究酌情處理。陸大狀就覺得婆婆實際上擁有業權。睇翻啲文件咧，佢其實真係同業主係冇分別嘅喎。雖然話係租權，但係嗰個可以75年再續75年喎。咁所以等於一個全權擁有嘅啦。我哋唔係淨係糾纏緊喺嗰3日嘅字眼咁簡單，
我哋係睇埋個整體嘅效果噶嘛，同埋你嗰個買賣嘅目的係點噶嘛？業主係有權行使呢個權，即係因為寫咗話3日啊嘛，但係過去冇證據顯示佢實際上會行使呢個權咯。羅婆婆由頭到尾都係買業權嘅，咁你而家冇理由而家重建突然間變咗冇咗業權，變咗個租權㗎，咁樣咧對阿羅婆婆係唔公道嘅，因為咁樣咧你就忽視咗羅婆婆去買咗呢一個單位嘅業權呢個權益㗎嘛。我不嬲都強調，我哋法律係講公平㗎嘛。即使而家賠償翻俾阿羅婆婆咧，又驚住如果我賠咗之後，上手嗰啲業主會唔會出嚟啊？會要求市建局再賠多一次。咁而家咪就係簽一份我哋叫做保險或者我哋叫保障嘅契約咯。羅婆婆簽咗就話咧，我而家收咗嗰啲賠償，日後如果有第三者有一個更加好嘅業權嘅身份出嚟嘅，咁我會願意補償翻俾市建局，令到市建局唔會有進一步嘅損失。咁如果有個咁嘅契約，咁市建局咪立喺不敗之地咯，佢唔會有損失嘅喎。法律有機會還羅婆婆一個公道，羅婆婆暫時放下心頭大石。佢咁講，我個心就安樂少少，就冇咁擔心，有少少希望咯。賠翻同區嘅安置我，賠翻咁大嘅地方，賠翻咁樣，咁我起碼我自己喺翻呢度附近做住啦。